寶寶，你做咩仲唔瞓覺啊？楊太太，我瞓唔着啊！咩？瞓唔着？係啊，可能係因為最近我個心好亂，太多嘢諗，所以咪瞓唔着咯。咩？咁不如我陪你祈禱啦。好啊，我知道祈禱就係同天父傾偈，不過今次我都唔知點祈好喎。咩？咁不如我哋用主禱文祈禱啦。主禱文係主耶穌教我哋祈禱嘅禱文。係喎，多謝你提醒我啊。好啊，咁我哋一齊用主禱文祈禱啦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楊太太，依家我個心好似平靜咗啦。咁我都係瞓先啦。早唞啦，楊太太，有你在真好。